知唔知咧？最近去香港機場咧，除咗搭車搭船之外咧，仲有新嘅方法咧？我梗係知啦，11月中開始可以揸自己澳門牌嘅車去到香港機場隔離嗰個自動化停車場度泊車啊嘛。上次我同我阿媽去旅行啊，又要拎行李又要搭巴士，不知幾唔方便啊！如果有人車我哋去啊就好啦。但大家都知啦，香港停車場咁貴，仲有路費添。不過我哋比較下，邊個係最抵咧？嗱，如果搭巴士嘅話咧，金巴大概65蚊一個人啦，再轉車就9個8，咁平均咧一個人大概150蚊啦。咁如果機場巴士直達嘅話咧，一個人大概280蚊，可以退一程離境稅200蚊，咁即係大概一個人來回係360蚊。嗱，如果以一家4口過香港搭飛機為例啦，橋費就300蚊啦，跟住就泊車費，咁依家就100蚊3日嘅，咁之後就會50蚊一日，咁啊計埋油費，咁大概每人除翻開150蚊左右到啦。喂，咁樣計落好似自己揸車抵啲喎。Oscar 你呢個7人車嚟嘅喎，可以生多3件喎，到時記得揾我幫手啊！